丹阳我的好朋友，丹阳先生，我甲伊熟识将近要差不多37年外。伊是一个真优秀，咱海外咱讲知名族的一个讲名人，伊真幽默，你真会唱歌，你讲话真正趣味。所以伊伫1944年出世了后，公布了伊隔年，前一年就出世。伊拢总有四个兄弟，3个姊妹。伊下面有2个查某囝，1个查某囝。伊的太太林丽姐今仔日也在场，穿红衫，咱先甲拍拍啊！丹阳兄伊毋是干那是咱的社团去服务尔，是来真优秀一个讲海外第一把交椅的，咱今仔是足有福气的。我甲看伊这网络顶悬吼，有一个讲记载，伊伫我早去看，愈知影讲伊过去安怎？伊迄个大学的时阵有一遍吼，因为伊足活泼的。大学2年的时阵，校长起来咧讲话，你讲伤久，你丹阳兄嘛毋是伊讲的，大家人讲，这是校长就要家处罚。伊讲丹阳兄伫遐咧西龙，伫遐咧安尼舞动，所以大家人拢说你叫校长拍鼓啊，叫伊较紧，讲较短的，叫伊较短。后来我偌久呢，是毋是这观众我毋知。后来去做兵的时阵，去到马祖东营去啊做兵。参加韩讲救国什么款的一个节目啊，你伫学校的时阵是咧真优秀，来到美国的时阵也继续读音乐，但是伫咱的台湾人的即个艺文、艺术、文化内底真大的造就。伊甲柯碧龙先生、甲即个萧太连先生，因有真好的即个交配。你伫过去对台湾人的即款的问题，也是讲对台湾人的照顾部分非常的好。咱北大州的时阵，1979年我甲伊熟识，迄阵甲教育兄啦，也是讲陈荣兄啦吼，也是讲伊有真正出名的人，拢伫遮咧服务。通过协志会吼，即个款活动，互咱伫伊人脉伊做做。不过咱等下用将即个较大的掌声来欢迎伊。今仔日伊要做咱的主讲人，伊的题目就是打一场漂亮的延长赛。咱现在来拍手来欢迎。各位长辈。各位几啊十年久的好朋友，各位咱上敬听，伫 San Francisco Bay Area， 特别是北加州湾区，久伫遮来拍拼，来为着关心咱的故乡，出真侪力，我足尊敬下面真侪是。足久的好朋友，大家好。我的心情真复杂啊。一方面是真欢喜讲见着大家，但是一方面我惊伊讲做近乡情怯。今仔日来遮毋敢讲演讲，因为在座足侪拢是加我5岁至10岁，甚至春阳兄佫加我10几岁。大家拢是我的师傅啦，大家拢是古早我大概算大家看我敢若教囡仔屁，我伫1976洛杉矶研究院毕业了后，第一个头路就是来湾区，叫做湾区台湾人社区发展中心主任。迄阵我的 supervisor， 我的一寡咧甲我拍合作的遮在座足济啊。这拢是师傅级的，所以我今仔讲，我敢来遮演讲，
经过40几年啊，佫感觉七八岁吼，我实是会惊啦吼。啊，我受教，我今年我72岁吼。人讲高低千72变啊，啊，我72岁吼，变来变去，较讲话这套，举一支麦克风，乌白转，啊转了就落台，啊落台大家拍鼓我足欢喜吼。其实恁无烦所在，可能师傅会甲我徛头讲，啊，讲到迄套，无这是开场白啊吼。我要甲大家讲，湾区是我的第3故乡。我一生住上久的是洛杉矶，但是我的第一故乡是台湾，第2故乡洛杉矶，第3故乡就是湾区。不过，毋是干那讲排第3呢，湾区是我伫1977到1984，我受足济遮个先辈的教导吼督促。老实讲，我一生真济吼拢是伫遮学。旧金山湾区、北加州湾区吼。其实伫美国所有的台美人50-60年来的即个发展吼，咱拢真济拢是有真好的即个带头吼的迄个作用。特别是最近这30年来，Silicon Valley的遮个成就，真济咱遮个人搁倒转去台湾，所以台湾的新竹科学园区、台南科学园区、台湾真济遮个高科技的产品的一个发展吼，其实甲咱在座足济拢做有关系。啊，我真有幸吼，伫77甲80顶7-8年久，参与伫个真济咱湾区吼，带动的真济这台湾人的这个活动，参像咱的协志会吼，参像。咱的东乡会，迄阵啊参与伫个美西台湾人夏令会、世代会几啊届的即个筹备参与，哦，亲像咱早期的民主运动所有的即东华人士，轰轰动动来美国第一站，1982年康延祥、尤清、王洪良甲陈德明为湾区开始订立，哦，啊，迄阵啊才开始甲所谓毋是敢若。讲这个 local 同乡会参与伫即个世界会伫休斯顿，世界会伫咱戴维斯。哦，迄阵啊，国民党讲所有台湾来，无论你偌大，你若甲世界会参与世界会，甲世界有关系，你甲因同做，你就是叛乱组织。所以迄阵啊，大家用地位讲好，我伫个。Houston local 的同乡会，你无限制，伫个2楼会，世代会伫3楼会，所以因伫个流水间拄着的时阵，啊，咱就甲咱握手，甲咱请去遐讲几句话啊，哦，因即步吼，就看讲，因迄摆就参与世代会，刷落去第2年，就是伫咱第2时阵吼，迄阵啊，的即个周清玉吼，啊，甲即个。陈春龙因太太吼，看英雄，啊，佮带一个政治犯叫做颜义模，就是安尼开始一直点落，所以真紧，一直到1986年，民主进步党就安尼来发展，所以咱湾区吼，真济拢是带动作用。我会记得，迄摆就是甲春龙兄迄阵啊有一台迄个会当载16人的迄大台的车吼，我就是去载迄个因这4个号做党外事件。但是我即摆要讲一个讲，我甲春龙兄吼，我做这样代志，可能恁大家拢袂记得，还是唔知影，但是足温馨的。1984年有一台湾的不止大型的渔船啊，叫做嘉利号。伫个中秋节的前40天，伫个旧金山的外海，互旧金山的地方法院禁止入港，甚至啊禁止出港，袂使离开，因为欠这船主啊是船公司欠美国的企业界吼，欠真侪钱无还。船仔顶有几啊10个，这掠鱼的也好，作业的也好。40天哦，食到已经物件拢无啊，吼，水也差不多即要无啊。啊，迄阵啊，咱还阁是中领事馆，但是弱国无外交啊，安怎去
抗议拢无效，吼。但是呢，迄阵啊就是通过咱遮的教会、咱遮的合资会、咱遮的同盟，特别是教会，因为迄阵啊，我哋教会属于美国为你讲，United Methodist Church， 为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通过到 National Church Council， 安尼去死压力到40天迄天，通知讲你会使炸物件，吼，炸水，迄天拄啊中秋节，去互迄船仔顶的人食。迄天就是我甲春龙兄租一台细台船啊，噗噗噗噗噗噗噗，坐去到迄个外海吼，遐个人是大舞大展，大风浪拢见过人，看到阮是靠甲安尼甲阮揽掉的吼。即款的情景，毋是阮两个讲的，阮两个是甲他代表湾区所有的遮社团教会，咱所有同样的关系。啊，我会记阮伫遐一甲伊相揽，啊要离开的时候，大家拢卡，安尼月亮迄日佫较早出来。啊，你知影旧金山外海吼，迄风雨作动吼，阮两个伫遐，阮两个嘛靠。其实我伫旧金山吼，参与伫真济咱台湾人，拢是真 creative， 也是讲真创新的迄种。咱古早美丽都市行的时阵，迄阵无布纸，吼，迄阵无啥物迄种台湾人的迄个 public communication。但是迄阵吼，纽约有一个真厉害的人，叫做张富荣甲杨怡怡，创一个台湾之音嘛。恁会记得有即个代志？旧金山咱的先拜，嘛是我的师父之一，黄介山，伊就接旧金山，伫咧因兜就是做粗鲁的设备，啊就开始录音5分钟，互人免钱卡口音入来，吼，卡迄个扩咧扩吼，啊咱就5分钟互伊去听，吼，非常大美丽都是行静啊吼，哦风声鹤唳啊，啊介山因为足无，迄阵介山做个调工。所以介山就招我去做伊第一代的徒弟啊，好，我就开始为要安怎录音啦，要安怎创啥，迄拢较好学啊。歹学是讲你要安怎5分钟内底，将台湾上紧急的消息啊，伫咧电话内底啊就报出来。好，你知影阮甚至是中国北京、中国国务院的人定期咧甲阮收听咧，吼。所以咱伫咱湾区吼有真侪创举。咱即摆咧做 census， 大家拢感觉真无啥物稀罕的。其实上届第一摆注重咧讲，伫个 census 美国10年一摆人口普查，要听咱台湾人吼，是咱湾区发起的。迄阵啊有7个筹备，也是讲参与的重要之一吼。周富美我也拢有提来的，敢若大部分嘛拢有，反正咱遮在座。咱迄阵开始，所以迄摆伫1980年代、80年的即个 U.S. Census 吼，竟然有63190个，伫个毋是 race 哦 ，race 我有咱听台湾的时候，伫个 ethnic 加写 other 吼，啊家己写听台湾的时候有63190个。为迄摆开始，大家知影讲。咱台湾人就爱参像日本人的 Japanese American Citizen League， 啊是讲就爱讲有犹太人用的这个 Citizen League， 所以咱这个1985终于有成立的这个 Taiwanese American Citizen League， 这拢是为湾区带动的，哦，所以湾区的人吼，其实咱吼对美国的所有整个的台美人，甚至是海外台美人的这个政治运动吼，咱拢起带头作用。吼，咱真济的工作，湾区绝对是输人毋输阵，特别是4月到8日吼，我前2天啊，甲迄个节目遐吼报道讲，我就准时要来吼，啊，我听到讲过去有一条歌叫做《I Left My Heart in San Francisco》，伊讲拜托你讲San Jose好无？我讲有啦，是 San Francisco 后面 area， 啊，当然San Jose是林区哩。哦，有影，咱这个我一生吼受真济人的这个甲我提拔也好，甲我督促好，甲我鞭策也罢吼，甲我批评，我一旦今仔日安尼继续啊，搁
一个媒体吼，包括电台、电视啊，即摆网络 YouTube 吼。我最近阮某的鼓励，我伫 Facebook 开始一首诗一直走出来吼，咧甲大家相鼓励。所以遮拢是湾区恁遮的人吼，恁甲我的鼓励，甲我的督促，还是讲恁所做的部分，我来学习。请咱大家甲大家拍鼓啊，就好。咱为了咱湾区 proud of you。所以，这个30-40年来，我心内常常咧想着这个湾区，啊，特别我拢保持联络。哦，我会记得高俊明1986年，哦，伊拄啊关卡出来到北加州演讲吼，北加州大家名嘴一堆哦，包括盖山啊，这拢是我的先辈辈的名嘴代志，因请我为南加州来主持。2001年，咱第一摆政党论坛，咱请李远哲教授来咱遮的工程师协会，大家嘛阁请我来主持。哦，我来遮参加真侪人的父母的这个葬式追思礼拜，我主持。啊，参加真侪人的囝儿的婚礼，我也来主持来唱歌，所以我感觉足光荣。吼，所以这几十年久，我毋捌断过讲甲咱湾区的这个联络，所以我心心念念，真正毋是讲假讲 I left my heart in San Francisco， 我心常留旧金山，包括三路这吼，等无遐你听好势哦，包括三路嘿。所以实在是，伫个我一生当中吼，这段历史若无，就无今仔日个内容。哦，当然今日内容是抑阁无算啥个，但至少抑阁继续有咧替咱社会做一寡代志。特别是通过这个网络啊，哦，我主题小等就开始讲啦吼。但是这个网络也是讲我过去参与的，我10几岁就开始投稿。哦，伫个基督教论坛报，甚至迄阵个国语日报吼，幼师文艺，反正蓝绿若有刊物，我拢甲投稿，啊，拢有刊。了后，这平面媒体了后，我1980年代，我捌主编咱迄阵叫做海外台湾人基督徒联合中心。迄虽然是敢若基督徒来，全世界的基督徒拢逐个月拢咧等迄个不通信。就讲国际哦，日本的。台湾教会有啥物活动？啊，迄个欧洲吼，伫个南美的巴西，迄阵我捌做full time的主编，哦，所以一直到尾啊，我就参与伫个即个 radio 甲 television 的工作，所以我等于台湾1994甲97吼，可比如一通电话来讲，下落来，我即马要开始来创一个电台吼。若无你转来斗份吼，无法度。我马上差不多半个月我就走出去啊。啊，连续3年伫遐吼，参与伊的一个 CBT 全民卫视，了后佫迄个蔡东营开始佫因咧创即个民视吼。蔡东营全去甲股票讲，你等量吼，小借一个，我全走去做蔡东营的董事长特别助理，参与筹备民视。啊，民视了后，因为民视有真侪遮个学派的斗争，啊，我两边拢足好，所以到尾啊吼，我全甲讲安尼啦，我伫台湾吼做董事长特别助理吼，一定爱参与遮恶斗吼，我讲我自动外调，我就转来美国做民事驻美特派员去，啊，迄以后的代志，啊，佫会当好，我即摆要赶紧来进入主题，我厝的对面吼。我即摆我咧住对面有一个迄个中美贵德国来，一个美国阿婆啊，即摆90几岁，啊伊怎啊讲90岁去，就是伊还咧开车，家己开车，但是身躯无好，开车家己摕碗壳放在车底，再我碗壳佫家己摕落来，再慢慢嘟。啊，我若见看到伊转来吼，我若有伫个，我拢去甲斗撸啦，哦，斗摕斗落来，啊，逐摆伊要入门以前吼，伊就把一个。后壁，甲我即个迄阵啊，一个70岁的，伊讲说 young man 吼，人讲 young man don't get old。我讲 how， 伊讲 I don't know。但是伊讲哦 ，don't get old， here 那 here，
就是讲头脑、mental、精神、信用、身躯一日一日衰败，我紧，迄个拢结果。所以我迄阵啊，就开始拢咧想即个老哦，啊，甲讲老的时阵，咱还有啥款的代志通做？伫个差不多4年前，这毋知咧10几年前啊，有一个中文的商业周刊啊，我这大部，伊安尼写，伊写讲哦，工作50年，活出2辈子哦。所以这条伊安怎讲呢？伊讲人类进入第4个退休时代，50岁是青年，75岁是熟年，已经成熟的熟年啊。所以讲打破65岁退休的迷思。这个刊物吼，哦，我如获至宝，我紧甲加起来吼，一直要卡伫真侪的分享，我拢是都摕起来咧甲人分享。较受影，咱日本的真侪遮个刊物吼，因嘛是拢开始高龄化，所以日本的这个真侪学者也好，因的这个，因嘛是写讲65岁不算老，75岁才高龄。我即嘛72吼，还阁幼气吼。伫遮我阁去看着讲，咱大家都知道肯塔基 fried chicken， 肯塔基 fried chicken 个创办人吼，到88岁才成功的，所以讲哦，一次成功就够了。爱情啊吼，那讲相顾也好啦，结婚也好，某一项成功啊。哦，赚大钱，踮咪阁无去，踮咪了去，踮咪讲，我是有诶无，到88岁，所以一次成功就够了。哦，所以我感觉讲，这年老吼，无一定讲哦，我会记台湾吼，迄18%啦吼，有诶50几岁老师就退休咧，因为退休了，伊领诶钱比伊咧教诶钱较济啊。哦，但是退休了，我看这人无一定较好，食饱伤命吼。金老，昨我睇吼，老路面我到70岁，我即摆过来做 realtor， 讲到 realtor 吼，我小可开玩笑者，我这人就爱讲笑，拄啊下面讲我爱讲笑吼，歹势迄个迄个尊荣啊，我甲你安尼你是我的哥哥啦吼。尊荣啊，昨讲我咧做房地产，一摆我倒转来，伊讲阿良啊，你还搁咧做看狗啊？咱台湾人讲。每日就我做看狗啊，我讲嘿啊，我这看狗啊就看袂出身，永远咧看狗啊，我家己搞看狗啊，紧啊吼，尽量我歹势，今仔吼，你要爬个狗爬，你也爬袂起，所以我吼用你互大家娱乐者啊吼。其实尽量遐足久啊，我1982至84吼，住伫咧春龙尽量遐的阿帕度，伊迄是motel兼阿帕度。迄阵啊，管遐吼有真济。因讲是半小长半犹太啦吼，也有迄个记账无牧师啦，搁因台北第一教会有一个州长老，我嘛是第3卡的。讲本会啦，400块，住3年，毋捌起价一角，吼。春龙遐伊是真乡土的台湾人，所以我这无歹意啦，吼，是互大家笑笑啦，吼。咱就做礼拜吼。伊咧聚会啊，即摆聚会到重点就讲，后来即摆咱来唱513首，接线请牧师作倒吼，代志咱今日庄卡伊安怎讲？即摆请大家来吟上言513首，较庄后再请牧师作倒，是较庄后吼，所以明仔载拜托你毋通讲较庄后，这真相处啊，因为咱台湾人，听讲春龙遐伊是。日本时代读英语的，伊日本时代读英语，所以伊英语吼有一本腔。但是伊英语足够的，所以迄段咱由来顶摆说出去吼，阮若要去甲人结迄个啥物 caucus， 还是讲要去讲人权啥吼，中央有时啊拢代言人啊。有一摆我昨暝去参加迄人权会，足济吼，拢阿东啊拢阿 Caucasian， 伊记个吼，铿锵有力 ，The human rights issue in Taiwan home。美国敢毋讲 what is home？ I don't even know 。
我尊重我爸，尊重说即摆一直咧讲伊啦，爸无啊，甲鼓励就好。我伫湾区有接过即款事啦，吼，你像讲即个警察兄好啦，吼，电务兄啦，吼，啊，眼光兄、眼光所，其实眼光所下面是我的亲表姐，所以这足亲的啦，吼，咱即马搁一个主题啦，吼，就是讲，因为即个关系，我感觉讲，咱都爱定心吼，爱来想要讲到底，咱对即个老的即个。一个反思啦，所以我伫最近的 Facebook 吼，其实我早就伫太平新闻发表过，我念互大家听吼。夕阳无限好，珍惜黄昏时，浅论笑谈七老八十。啊，我这用北京语写，所以我用北京语吼，有时爱倒台湾话。七老八十只是年份岁月的痕迹。七老八十不是人生旅途的黄灯，多少的巨著佳作、名曲、绘画、雕刻，都是七老八十呕心沥血的创作。多少乱世危机是由中兴老成化为转机，多少安定的盛世是由高龄的人君苦心经营。摩西圣经的摩西80走出荒漠，领导百姓出埃及。加勒80胆识体能，恰似40壮年。山德士老翁就是 Kentucky Fried Chicken 迄个叫做 Sanders，88岁创出肯塔基炸鸡王国。Ronald Reagan 七老80被公认为伟大的沟通者。所以伊讲有一个93岁高龄的人伊训练93岁的足球教练训练9000个球员过去呢，有一个100岁医生接生近2万名婴儿。过去就是结论讲，七老80最忌讳是什么？倚老卖老这是咱好笑七老最忌倚老卖老孤僻顽固咱家己反正看卖七老80这是对查甫的查甫较济慎防诱惑失足有时人身躯老光老心仔佫喵喵啦所以叫慎防诱惑失足，晚节不保上了这个结论，七老80呢，其实是渐入佳境，沾接近周期啦这爱用台语读较好，沾接近周期夕阳无限好，珍惜黄昏时，好好打一场漂亮的延长赛。其实这个漂亮的延长赛无拄拄是咱家己反正是咱的家族一直延长无拄拄是咱家己的家族，凡是是伫咱的同乡，是伫咱的后代。拄我咧讲，咱遮的湾区其实还佫有真侪咱前几届的即个，特别是拄创会，咱的中辈会的几个会长，拢真值得咱少年，因为因就是打一场漂亮的延长赛。特别春阳遐的爸爸黄东升的妈妈黄东发真济，因拢一个甲咱中辈会看出。中辈会佫有一个咱陈武勇先生，几十年来无论是大学无论是啥，伊拢是继续互咱支持。其实佫有迄默默无闻的人你像讲景生兄的老爸老母，伫个景生兄甲因小弟景安囡仔拢是teenager的时阵，老爸老母为台湾来无来无去，纸袂管时代顾即两个家族的孙即马遮个人，这代因的成就拢不得了。我佫会记啥物人？眼光的老母，伊嘛是咧顾眼光甲下面眼光是工程师 ABC， 我表姐伊是资深的即个有证书，两个无用。遮个人默默无做，但是因为后代
拢一代搁一代，即延长赛一直落去。咱有真济默默有班，咱就我拄仔咧讲的遮长辈吼，拢是等住我来效力。咱历届的这长辈会会长有真济吼，咱都会感动的代志。所以我想我讲，我念这首诗，主要是要甲大家来分享讲，其实咱对这个年纪老，咱无要紧。啊，咱也毋通讲啊老就是吼，或者讲迄个德国阿婆啊讲吼 ，don't get old 是 mentally don't get old，body 我到咱的 healthy 我，一个你的 mental 你若是开始安尼有即款的想法，你就开始有真济一个新的一个领会。所以我到即马吼，我老讲我毋捌去想我年老吼，因为我工作的场所吼拢是媒体啦吼，啊拢是。哦，像我即摆咧做咩？真正拢漂亮妹妹甲我共公司啊！吼，我毋是讲看到漂亮妹妹，我就甲伊讲共款。哦，但是就是讲，咱的心态就是安尼。所以对即个心态了后咧，我要甲大家来分享，咱即代的台美人，若毋是第一代，1.5代就第2代。有真侪人开始想讲，我若过较老吼，因为遮袂惯势，要转来台湾住，啊，落去台湾有2个所在吼。咱会当，若讲无家己的厝，无足地钱吼，看是王永庆迄边的迄个吼，迄个维他吼，啊是讲双联教会伫咧三芝吼，大家就拢去遐探听，有诶是去试带几工啊吼。投币咱即代咱是要落叶归根，啊是要伫咧异乡来定根。啊，我一个朋友吼，我较早面试一个真好的同事，叫做吴国师啊，真正是国师。伊互我一句讲因。家族族谱的一个家训，就是讲日久他乡即故乡，年轻我境，年轻我境无我境，日久他乡即故乡，年深外境无无境。啊，即句话嘛，感觉如获至宝。哦，咱伫遮，我相信，若讲你住美国较久，还是住台湾较久，即摆在座吼，可能70%。绝对是讲，我住美国较久啊，连我本人我交代我72遍的，我72岁，我是住美国比台湾较久啊，台湾我住到27岁。哦，所以日久他乡即故乡，年深外境犹无境。一日一日你挂伫个迄个你所谓的他乡，这个他乡会变成你的故乡。年深外境。一年一年真青金住伫外地外国人的所在，有无境，有还是外。我家己本身有即款体验啊，因为我1994甲97，本来是乌命大啊吼，啊讲到乌命大，我要甲林电部要甲道歉一项代志。当初阮吼伫旧金山园区吼，若有一无政治迫害代志吼，绝对拢是行街头第一，一摆高中人叫掠去吼。阮走去当趟去遐咧游，这无遐可能袂记。啊，迄阵啊就摕迄放送机哦。啊，我因为我声上大声，所以头壳拢我大。哦，啊就说党为蒋经国，党为蒋经国。啊，发甲烧声吼，我煞袂记咧讲，林典无啊，即摆换你啊。哦，拜托你慢慢甲我点名出来，点名就真正比后面大。歹势点我遐你毋知会记，甲你下死你啦吼。啊，我是烧声袂记咧，啊，看到林典无我袂烧声，讲林典无啊，即摆换你啊。你无讲名，都叫我就叫我。啊，所以我就到后面单了后，我就一直想讲，无咱嘛转来甲人拼一个代志，咱有诶转去拼国台、拼立委、拼县市长，啊，咱这方面咱较强。头前乌卡内奈吼，啊，第二项坎克奈吼，啊，无啥物关系吼。啊，这两个乌卡内奈啊，个坎克奈吼，你要选公职吼，拢莫想啦吼。但是我会晓媒体啊，吼，所以我转去我就伫咧电台，3个地下电台哦，绿色和平吼，啊，这个专门电台，啊，做一个，但阮今迄阵啊上届抢上帝的叫做独立放送头，吼，迄阵啊加合作独立放送头吼，关天讲，这个电台无啥人加来主持吼，早起第一头你单用来主持，我话你甲当做炮灰啊。所以早起7点到8点半，
点半钟哦，我逐早起哦，我就爱去主持迄个独立风上头。啊，所以伫个电视就是差不多3点钟来。啊，伫个时阵哦，足成就啦，因为后考验，啊考验人大家，咱阵啊吼，大家民智未开。咱这美国等去，大家拢想讲，毋知是教授啊博士。所以我若讲了，来即马开放考验了，大家来讲，主持人真少讲安尼，拢去当博士啊。我讲我毋是博士呢，啊无然后当教授，我嘛毋是教授，但是到尾啊吼，别大逐摆拢共讲毋是，啊就咱叫博士就博士，教授就教授安尼吼，话最会简单嘞。我伫台北市吼，若电台落来吼，啊要叫过年的吼，即摆门开坐落去讲啊来三立国，伊毋免看迄个反光镜哦，听声就讲，梁哥，你拄仔咧讲人来，即摆走来遮。迄阵啊，飘飘然，逐日就足歹困，足爱上节目，大家拢等教授啊，等博士啊，我逐日甲你学落咧学啊。但是呢，因的面海，你若收钱的时阵哦，民进党一寡想要选立委、选市长的吼，选市议员的吼，大家就讲，这个陈荣敢会伫咧南区选立委，啊这陈荣敢会伫咧中山区选市议员，就开始甲你咧打压呢，哦。我迄是题外话。我即摆要讲话讲，是安怎我会讲即个？我等于遐逐日做研究的，但是呢，暗时总是有无咧讲话时阵啊。顶到厝的吼，迄厝的四块壁吼，顶悬下骹拢讲6、7个壁，干那我一个啦，啊就开始哭呢，真正想到无囝，迄阵阮查某囝才7岁。所以逐摆若度假倒来剩一礼拜时阵吼，就开始算哇6日、5日，到上尾迄日吼，要机场吼，还摸迄骹我互你走。所以迄款的感觉，你倒去吼，你真正会哭。啊，即马佫无讲即马什么微信啦，即马什么讲敲电话拢免钱的，你说电话贵松松啊？啊，所以我若逐摆敲电话转来为台湾转来美国吼，啊，我就一直哭。就我讲袂出，一直哭。啊，阮某吼，人伊较现实，伊讲拜托你若要哭电话切我，啊你袂哭的时候，你才敲电话互我。啊无钱，我看你一直加，你干那一直哭，啊你哭我也袂当解决啥。所以阮某讲，电话先切我，啊若袂哭再去敲转来。讲这是笑的，但是真正咱离开久，迄款会感觉讲到底倒位是故意。所以，古早咱伫美国，我伫洛杉矶汉教会，我做一个叫做大学民谣见证团，全美国去8场，去甲日本，去甲加拿大，去甲哥斯达黎加，啊，拢唱民谣，啊，民谣大家思故乡，啊，才去讲着天顶的故乡。我嘛是足研究的，拍走，啊，囡仔拢放了我某顾啊。但是呢，你怎啊咧唱互阮的故乡？头脑拢咧想台湾的，我住台北，就像台湾的大屯山、淡水河，啊有人就想到流水溪，有人就想到爱河，但是我等于台湾哦，人伫台湾哦，我咧唱，互阮的故乡的时阵，我是想到洛杉矶的山峦的，想到咱的 Mount Wilson， 想到咱的 Saginaw Mountains， 所以到尾我想讲，故乡在何处？何处是故乡？就是我拄仔咧讲，日久他乡即故乡。上尾我结论是啥？甲至亲三厅三夫妻，上紧的厝的人斗阵，做伙生活，做伙三厅三夫妻的所在，就是我们的故乡。然后东也大部分。但是我时间这边我要做地方讲哦。但是我会渐紧吹落去就对了。吹落去就是讲，咱对死亡很影响。所以我才我讲，我洛杉矶有一个真出名的牧园叫做 Forest Lawn， 伊内底有一首诗，就是写讲 Born into eternal life。咱唔是死，唔是死亡，咱是死而不亡。咱是我。是洛杉矶一间
基督教会大学，叫做 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我的校长过身的时候，才80多岁啊。但是伊的 program 就是写讲 Born into Life，1906 ，Born into Eternal Life，1974。我第一摆参加美国人的追思礼拜，就是我的校长的追思礼拜，我感觉足好。啊，无大家拢穿，大家拢穿乌衫，大家拢穿啊花巴里猫，吼。啊，顶悬吼去讲的人吼，啊无人靠啊，有诶，咱嘛甲迄校长开啊，甲校长开玩笑，come on，就来甲伊讲你古早糗事啊，我感觉这个无介好，毋免大家就一定爱讲啊要死要活，所以我到尾啊，我想到即个 born into eternal life， 我感觉足好，所以我伫遮我从死亡的定义，我就甲讲其实咱。有一个哲学家叫做奥赛罗·奥特，伊讲，年老的人死，就是咱参像瓜熟蒂落，咱知影恁若有咧种菜、种鱼啊、种土啊，有时是用有咧倒落去安尼，瓜熟蒂落是足自然的代志。所以微风一吹就落地。啊，若我的信仰，这个微风就是上帝的圣灵。吹跟圣灵来，这个微风把我们接回去，那安心，咱有啥物好惊？所以我感觉讲，咱一定爱专专接近祖基，咱爱思考在，毋免惊嘛，毋免烦恼讲要安怎去。真侪人咱所捌的黄武东牧师啦、牧师娘啦甲最近一个甲萧太人做伙写即个台湾最青即个电视学牧师电视学牧师啥死呢？去坐马桶的我按无去啊。我伤甜啦，甜到心酸，这边下骹顶内顶无无来，就去啊！牧师娘，黄武东牧师娘是拍麻将笑话毋知是有啊是啥有诶无诶就无去啊！武东牧师是因为睡眠中足重，但是咱大家无一定遐好死啊！所以即款袂去想你愈想愈烦恼，就是有一工看。either this or that，就无要紧。所以我感觉讲，咱有即个概念咱就你剩头仔5分，家明仔甲摇摇因为我常常咧做主持我因为无爱人带所以我若带袂就咱即个所以我是感觉讲咱圣经有一条歌叫做《Beyond the Sunset》，Beyond the Sunset。Oh, please for more。咱若伫地上熄灯号吹起的时候咱各大这边熄灯号拢讲熄灯号吹起的时候呢，在天堂那边起床号就响起来接入去。所以安尼无偌强烈水讲咱会当有即款的福气。所以我感觉讲咱莫去烦恼伫即个最种的，上帝有伊定定的时间，上帝有伊定定的方式，安怎叫人？所以家明要起来的时候，我就是我毋是熄灯号，未我就讲，即马地面上熄灯号要甲我叫我起床袂歹势，我感谢主我努力感谢主我努力干啥对咱讲感谢歹势啦，我这就是讲，拄好我咧讲即个啥，最重要就是要讲7老8死有一个人我足尊敬，叫做 Ronald Reagan，这是 Ronald Reagan 甲以前的副总统 Bush，甲即个苏联的即个迄阵总理叫做 Gorbachev。我以前美国总统真正讲目睭捌看到伊的就是 Ronald Reagan。伊迄阵拄仔做加州州长，我迄间学校迄阵较细，基督教叫做 Azusa Pacific College， 即摆是 University。伊来颁奖即个毕业的，就是讲毕业伊来做贵宾所以我伫迄足近的距离，差不多倒无算甲我看到 Ronald Reagan，迄阵足缘投
但是我毋是去配伊的。Ronald Reagan 伊互全世界甲公敌讲 is the greatest communicator。恁大家若有去加州吼，去洛杉矶 ，Simi Valley 有一个 Ronald Reagan Museum and Library。台湾即个即党外或民进党的人，我讲哦，恁别位拢莫去佚佗，恁爱有半日拜托你去 Ronald Reagan Museum and Library， 你去学习，内底有两个物件，一定会带给你一个真大的震撼。我今仔要讲我出的问题啊，哦，第一个就是伊的后院有一块柏林围墙，足大的围墙拆来，放来遮。因为会当 tear down Berlin Walls， 就是 Ronald Reagan 甲 Gorbachev 因两个去决定的。伫个室内有一个核子飞弹哦，弹头本来是伫个苏联机密基地 aimed at Los Angeles， 但是因两个，因为这 Ronald Reagan 哦，伊外头。伊咧内底伊用英文讲，伊是用 storytelling ability 讲故的方式，敢若单龙讲故啊，讲故方式，啊，就甲即个Gorbachev招来美国吼，踮咧带去看 New York 的 radio station， 啊，踮咧带伊来哈利波特啊，啊，即个人吼，伊嘛本来就爱说爱是咧 Western type、Western song 吼，啊，看啊，伊甲伊佚佗，伊也无甲伊讲政治哦，Gorbachev 煞叫洗脑去。所以到尾啊吼，伊全将规个苏联 Union 16个哦，规个甲瓦解掉啊，吼，啊，所以迄阵啊，东欧吼，啊，苏联、东欧啊，搁波兰吼，本来恁知影过到就华沙组织无？华沙组织是对咱的北约吼，就是讲 NATO 对抗的足有实力哦。即个 NATO 即个还搁存在，但是华沙组织无去啊，所以。即个 Ronald Reagan 伊甲我做代就是讲，伊用即个敢若半讲笑、半讲 story 的 ability， 伊全甲即个Gorbachev说服我讲啊，有影，咱无代无志，咱家己说 Russia 就 Russia， 佫避避遮个吼，所以遮拢瓦解掉，所以伊哦，咱中文讲做伊哦瓦解苏东波兰吼，毋是sha西的苏东波哦，是苏联东欧波兰咯吼，伊全规个。不费一兵一卒，柏林围墙拆掉。所以你若去迄个西边，我足爱带台湾的政治人物去。我莫讲一点名吼，真侪洛杉矶，我讲别你莫去啦，遐无价值啦，什么吼，你爱去遐去学，伊是上最伟大的沟通者。伊7老8十啊，啊伊无来无去听嘛咧骑马啦，伊个做演员惯势啊吼，啊游山玩水，但是伊有要领。伊会当互，迄阵啊，迄段中国拢还袂起来，伊会当互即个整个伊的对着吼，互伊安尼完全拢是讲，即个 Ronald Reagan 讲对，世界都爱安尼行。所以我感觉最后吼，我是要讲着讲，咱大家拢还搁咧关心咱的股票，吼，啊，我最近嘛是一直感觉讲。哦，蔡英文霸气吼，人大家甲拍有做哦，就开始什么死亡交叉啦吼，或什么有诶无诶吼。其实我感觉咱过去即几届吼，李登辉不拘要领，1996伊拍飞弹啊，拍啊到加纳诶外海，哦，啊这朱镕基一直甲喊吼，李登辉讲，你中国较大嘛，无恁爸遐大吼，就讲因老爸就对啦吼，吼。所以伊有即个霸气跟傲气吼，中国嘛，第一个办法啦，吼，阿扁时代，咱遮2002啊、03第日本的世大会有参加有人，哦，迄摆吼，我做世大会秘书长啊，阮阿扁也袂当来日本啊，所以阮用迄电话连线，就用影视连线吼，我伫台下开咧主持吼，啊甲阿扁吼。我咧画片咧画，台湾中国一边一个啊片伫咧中国话做咧翕我，我就看。当然到尾啊，去互大家甲调啊，中国甲调啊，但是迄摆吼，第二天的报纸 CNN 然后就是迄个电视电台吼，日本所有的大报纸吼，拢是头条新闻。
我足不幸，唔是足感谢唔是不幸啦。啊，这边一个图是阿炳，伫台湾是阿炳，啊讲细台湾公司有啊，我是足歹势，我这论教饼论白饼安出啦，但是呢，这就是阿炳伊至少伫这方面，其他咱不敢讲吼，但是这方面至少用得过去。蔡英文嘛有伊的，你甲看伊蔡英文，你拢莫看伊其他的器官啦，你看他的眼神。蔡英文伊若对你咧袂爽哦，伊甲你对人的时候，你七切的查某人看拢会惊咧。哦，我想天妈妈有道理啦。大家甲天妈妈拍多少遍吼？这我足注意的。阮早早吼，我讲你3年吼，经过竞选的舞台吼，阮两个行同台。伊若所有的竞选若有徛起拢跳啦，吼。啊若伊毋是分大细尾哦，毋是讲哦，你这个蔡东营这较大尾要去，伊大细尾拢去，吼。啊，有时啊连女女嘛去啊，就是讲伊无分大细骹，吼，但有较请。透风哦去啊！我记即摆伫家己吼，我蔡东营迄摆要甲迄个消防队咧拼的时候吼，伊感觉即我毛死，伊安克的吼，我足感动的，毛死，但是人伊有才调，唱歌预防性跟四句恋爱方式吼，迄逐个听啊偌感动的咧，迄遐拢是吼修理乌倒仔的啦，啊菜市啊袂才，迄1000块的钱吼，拢按足几撮吼。等下第一顶啊，田妈妈伫遮安尼咧唱咧摇吼，好，迄钞票是一直洗，我就是我若无人看，我一时要来捡，你知无？哦，所以田妈妈吼，我也拍拍者吼，真係唔簡單哦。大家差不多啊，好，安尼差不多啊吼。我啊就是看田妈妈吼，我从就爱甲你唱一條歌啦，好無？我吼，因為我講登去。台灣拢几啊人同我咧话讲，阿扁啊，东山台湾中国这边就讲吼，我声带永久性伤害，所以我来唱迄个我较会晓唱吼，你甲我做伙唱，咱爱小学甲小学，所以我要唱车站，恁大家拢会晓唱吼，做伙唱唱了，我甲我的上尊敬的田妈妈毕业用这首诗献予你吼，大家做伙唱啊吼。火车已经到车站。阮的心头渐渐重，看人欢喜来接亲人，阮是伤心内受伤，无情的喇叭声音声。我待你依然下心碎的人，火車已經過車站，阮的目眶已經紅，車窗內心愛的人。太呀呀，无情的喇叭声音声近，我待你依然下心碎。车已经过车站，阮的目眶已经蓝，车窗内心爱的人，只有你在呀。最后，我甲大家报告，你若听了。多谢煞拍，明仔载我要去倒牧师的教会，要去正道，了，阁有主持的座谈。
吼，要听我的歌，听我的真济才分享吼。都无注意教会的主旨，会使大家知影就，大家知影，大家拢知影吼。哦，所以吼，咱不见不散，明天好不好？拜拜，多谢分享。多谢大家听真精彩的一款的演讲，甲伊真水的这歌声，咱个一边来甲伊拍红啊，多谢。下边代表咱这个来会听来检查。拄啊有一个几个贵宾无介绍到，吼、咱这个文教中心的吴主任，咱甲多谢，我们是做辛苦。这田妈妈下晡12点的时阵，时光隧道要请田妈妈来伫遮甲咱朋友。那个另外有做牧师，多谢。那个另外一个张木生会计师。多谢。